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大家試想象下，有冇試過去一啲嘅家庭聚會，同一個政見完全相反嘅親戚嘈起嚟呢？咁 William 就試過啊，為咗講服佢，你做足咗準備，你拋出第一個數據，佢唔聽；你拋出第二個邏輯，佢反駁；你甚至嬲到攞部手機出嚟，俾一啲權威嘅報導佢睇，結果佢就話：呢啲都係假新聞。最後你哋不歡而散，邊個都講唔服邊個。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準備咗咁多無懈可擊嘅理由，但係依然改變唔到人哋嘅諗法呢？易思維呢本書話俾我聽一個非常反直覺嘅真相：喺說服別人嘅時候，你俾嘅理由越多，對方反而越唔容易被說服。咁樣聽起來好似好唔合邏輯。辯論唔係就要將啲理由疊到山咁高，先至可以打低對手咩？今日我哋嚟拆解說服嘅呢門藝術，睇下真正嘅談判專家係點樣改變別人嘅想法。為咗證明理由越多越冇用，易思維嘅作者亞當特登做咗一個實驗，有一間大學嚟揾佢幫手，希望可以說服嗰啲從來都唔捐款嘅孤寒校友揞錢出嚟捐錢。亞當同佢嘅同事設計咗兩封唔同嘅勸捐信。第一封信強調利他，你嘅捐款可以幫助學生、教職員，為學校謀福利。第二封信強調利己，捐款俾你有良好嘅感覺，體驗到付出嘅溫暖光輝。結果呢兩封信嘅效果一模一樣，都有6.5% 嘅小氣校友捐咗捐款。呢個時候，阿當就諗啦，如果我哋將兩個理由加埋一齊，一封信入邊既能講幫助別人，又能夠讓自己開心，咁唔係就係1+1大過2咩？捐款率應該會上升啩。於是佢哋寄出咗結合兩種理由嘅第三封信。你哋估下結果點樣？捐款率不但冇上升，反而仲跌咗3%。單一理由嘅成效竟然係兩個理由結合嘅2倍以上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因為呢啲校友本來就對捐款心存懷疑。當你俾一個理由嘅時候，個感覺就好似同佢傾偈，係一場對話。但係當你俾佢一堆理由嘅時候，咁就變咗一場猛烈嘅攻擊。佢哋意識到，哇，你想說服我？佢哋嘅防備心立即升起，佢哋會對傳教士充耳不聞，並且揾嚟內心最厲害嘅辯護律師嚟反駁你。你俾嘅理由越多，對方就越容易喺其中一個入邊找出最薄弱嘅嚟攻擊。一旦佢哋擊破你最弱嘅理由，佢哋就會將你整個論點全部推翻。咁就係點解喺辯論場上邊帶太多武器上戰場，反而會節節敗退。咁樣真正嘅辯論高手係點做呢？書入邊講咗一場世紀大辯論。2019年，人類辯論世界紀錄保持者 Harris 對決 IBM 研發嘅人工智慧辯論機械人。咁就一場人同機械人嘅辯論大賽。呢台機械人有幾勁呢？佢嘅大腦入邊裝咗4億篇文章，能夠喺1秒之內搜尋出無數嘅數據同埋研究，並且用完美嘅邏輯組成論點。辯論嘅題目係政府應唔應該補助幼稚園？機械人抽到贊成，而我哋人類係抽到反對嘅。咁對 Harris 非常唔公平，因為現場嘅觀眾本來大多支持係應該要補助幼稚園嘅。比賽開始，機械人一開口就拋出一個又一個嘅研究，列出咗一串好長好長嘅理由去講點解要去補助嘅理由。佢就好似一台無情嘅機關槍，瘋狂咁掃射。輪到 Harris 啦，面對4億篇文章嘅數據量，佢冇選擇硬碰，佢做咗一件令機械人都無法理解嘅事。佢先承認對手係啱嘅。Harris 一上台就講：我諗我哋嘅意見分歧比睇起嚟少好多。佢承認
幼稚園對兒童的確係有幫助，佢亦都承認貧窮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佢冇攻擊機械人最強嘅論點，反而係接受咗佢。跟住佢只係揀2個最核心嘅理由嚟反駁。佢冇列舉10幾個缺點，佢係專注於2點。第一，補助金可能無法真正幫助到最弱勢嘅孩童。第二，呢筆錢可能有更好嘅用途。更厲害嘅係，佢不斷咁向觀眾提問，就問點解係咁呢？呢筆錢實際上應該幫助邊個呢？最後觀眾投票，絕大多數嘅觀眾都承認，佢哋喺機械人身上學到更多嘅係知識。但係 Harris 成功動搖到更多人嘅睇法，贏得咗比賽。我哋通常會將辯論當成一場拔河比賽，我哋自己呢邊堆疊嘅理由越多，將繩子拉得越緊，就越能夠將對手拉過嚟。但係實際上，一場好嘅辯論應該似係一隻尚未編排嘅雙人舞蹈。如果你太用力拉扯，你嘅舞伴會抗拒，會踩你隻腳。如果你想俾對方跟上你嘅旋律，你有時候係必須後退一步。談判專家喺說服別人嘅時候，有3個關鍵嘅技巧。第一，尋找共同點，做到後退一步。喺開戰之前，先揾出雙方都同意嘅地方。咁樣唔係示弱，咁樣係解除對方嘅武裝，卸下佢嘅盔甲。當你承認對方嘅觀點有道理嘅時候，你展現咗開放嘅心胸，對方先至可以對你開放。第二，減少理由嘅數量，做到精準打擊。唔好將所有諗得到嘅理由都拋出嚟，只係揀其中最強嘅1-2個，深入去講。一個較弱嘅論點，通常會削弱一個較強嘅論點。第三，用提問代替攻擊，做到邀請共舞。與其話你做錯啦，不如我哋可以用下反問，用下提問。提問可以激發對方嘅好奇心，等佢哋自己去思考。我哋總唔可以將想法硬塞去別人嘅腦袋入邊，你只好提出問題，等佢哋自己得出結論。我哋試下將啱啱喺書本入邊學到嘅技巧帶翻入去我哋嘅生活入邊。之前疫情，假設你要說服你老闆推行在家工作，即係 work from home， 咁普通人嘅做法會點做呢？可能佢就話咯，老闆啊，work from home 可以節省交通時間，外國都有研究話可以提高效率，而且可以慳翻公司嘅電費，同事壓力都會減少，諸如此類。咁老闆只係需要找住其中一點，提高效率。我點知你哋有冇喺屋企偷懶啊？然後就將你整個提案否決。咁談判專家又會點做呢？我哋用翻頭先嗰3點去做一個鋪排咯。第一，先揾出共同點，可能就會講啦，老闆，我知道你最睇重係公司嘅業績同埋團隊產出，呢一點我係完全同意嘅。第二點，我哋要精準嘅理由，我哋可以講，如果我哋每周試行1日嘅 work from home， 員工精神更好，產出可能會更高。第三，我哋用提問，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小規模測試1個月，睇下業績有冇受到影響？嗱，你睇下咁樣係咪比硬碰硬呢？係會有效啲呢？好啦，嚟到今日嘅總結，我哋學識咗點樣用跳舞嘅方法嚟說服人，而唔係用拔河嘅方法。但係呢一切嘅前提都係對方願意同你溝通，願意同你講道理。咁如果對方根本唔願意同你溝通，甚至對你有住根深蒂固嘅偏見同埋仇恨呢？試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美國嘅黑人，你要點樣說服一個白人放棄仇恨、放棄偏見，甚至退出一個白人至上嘅組織？咁樣聽起嚟好似一個不可能嘅任務，但係喺現實入邊，
真係有人做到咗啊！下一集我哋睇下點樣打破最極端嘅偏見，化敵為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